個，哎呀，別記開來個，喂，哎呀，聽咗，佢再歡迎我，到底嚟收聽邊個福建嘅鬼嘅故事。這個禮拜我嘅特別嘉賓，用新 system 乜嚟攞人嚟，定到時間嚟切人嚟 free 所 computer。當今新嘅 system 嘅時候，冚開阿龍，冚開阿龍，歡迎阿龍。感謝老哥啊，波打康歡迎。大家好，個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哎呦死！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未使講。Jangan pura-pura. Kau ubit半減甜歡迎。Luang ho. 個阿蕉。請我60箍。แล้วก็แต่ไปแกฟินกันแล้วลองขอนะเจหลังแต่พี่เลยก็บอกขี้ไรขี้ไรนะเจเจเตียนตอนกี้ไม่ใช่อ่ะตอนนี้บัวในขังคอด้วยใส่ขี้ลองสิบัวเลยลิงก์ว่า做เลย係咪好long啊做เลยyou WhatsApp channel 好long啊係我 link 到下邊一兩個唔知邊 topic 個唔知 link 上邊嘅時陣會做我就激氣哎喲嗱攞嚟晒 share 你直接俾嚟 Zoom 講故意告訴你先攞嚟晒嚟俾 share 所以這禮拜好唔知有故意告訴我啦嚇啲 Clubhouse 嗰時เรา咪講故意告訴你攞嚟晒起嚟講等我看呢幾人就喺度呢幾人 Clubhouse 佢哋所以有時講到尾起來講，故意告訴你使起手起來講，無來講咧，我都看看等陣咪等用這個機會嚇，故意告訴嚇，來教人講感謝 ，OK？ 感謝講當今啊有機會等地人咧就，然後已經在這人地人，所以我講嘅名互人聽，感謝人嘅支持 ，OK？ 先所 start 啦，就講頂幾日，我別記啊，其實 start 到，我其實係即係兩禮拜前我未記啊。Anyway， 當第一呢是頭講起啦，咱3個月冇講嘛，3個月第一嘅人有南西啦，感謝南西耶！跟住我特別係即係第一南西耶，包唔到。南西見咩冇嚟？嚇南西冇嚟然後個有。拜清，感謝拜清，個有白兔，感謝白兔對我個拿到了個有鵝龜，感謝鵝龜鏡，แล้วก็有個煎糊，感謝煎糊，แล้วก็วิวิวาวาแล้ว先個有一隻別胖 Australia 唔是 New Zealand 你別胖夾隻隻刀，乜感謝冇上微冇夾，到啲 YouTube 微冇夾，到啲白微冇夾，แล้วก็有白兔嗰隻夾啦，嗰時แล้วTeresa Ong 感謝 Teresa Ong 是 last time broadcast 是一啲人嘅，แล้วก็有半減啲，感謝半減啲啲人。半減啲就整嘛，แล้ว4個時個有細漢嘅滿地人感謝，แล้ว個別胖個在地，鵝龜個在地感謝鵝龜，แล้ว個Juling 感謝 Juling 寫到 Juling， 古靈精 Australia 古靈精滿地人，同我感謝白青個在地啦，個有卡嘴聽滿地感謝甲細漢嘅嗰隻地，感謝。然後我俾講聽講，有時講我咪有興趣啲人嚟講，就話最近，哎呦，sorry， 你找出嚟 ，sorry， 哎呦，唔知條啲 edit 哦，我哋 keep YouTube 會做開補起啊，我看佢哋，我唔係講排事嘛。then 到啲要即係邊啲學嘅啲朋友會好，攞嚟使去看，即係啲 edit 我做這。
攞梅話隻股啊，所以我 finally 做到即啲 any support 嘅 website 啊，攞去看時候七字冇上嘅辦法攞嚟使地，頭一個馬來西亞人俾地方係得成個，佢基本都知哦，所以有得成個啦，有即個 coffee 啦 ，coffee 係 international 啦 ，coffee 係講兩點當今現條點嚟講，伊出不良嘅物件嚇呢，แล้ว個誒，係物件講 copy file 呢，我睇到。哇 Venmo ไม่ใช่นะสุดตัวที่บีก็หลังไม่ใช่ Venmo 是用 Wise International 成個白頭冇用咯，感謝支持。OK，究竟啦，當今其實到底嚟講幾個數嘅事，但係可能講幾個數攞人嚇。你一冇啊，個人性搞掂。冇啊，OK，好，我家姐你對，OK，使。為什麼會買？佢真係會買，就是總是少年嘅事，我唔知可能佢你 stressful 啊，所以我講就淡薄 delusion 啦。我啦 from my perspective 啦，特別係都是少年嘅時候，伊都是有隨一間厝在即個 Island Grade 嘅位，我可以記下你厝嘅 number 叫 3A， 即間厝啊。對，真麻煩誒！即間厝吼，伊就是有真一奇奇怪怪物件誒，就是我媽大病誒時，咁我媽因為伊就是少年誒時，伊就是 get used to it 啦，所以就是喺你規成個成熟甲對了伊。所以去甲病誒時吼，就在古早厝上就是古早厝2樓啊，大Island Grade這位，伊就是喺你班誒嘛。所以伊就是想阿妹時啊，就是你聽到阿你班有人行落去聲就明顯。你聽聲呢？對，唔是唔是個人就是就是嘣嘣嘣嘣，成個你看幾嘢，看有人伊阿你無啦，反正伊就是有安尼看聲咯。所以anyway就是為伊就是正有啦，啥物你知誒？那邊有物件對調伊 ，of course that after that 伊有請咪法主講，所以古早伊厝是拜法主講誒。法主講係咩嚟？法主講就是有一個翁公啊，伊個目睭，伊是面像是面烏烏，then 伊目睭是凸出來誒。哦，伊叫咩？法咩？法主講。法主啊！伊就是目睭嘅豬啊！對。伊就是專門去 control 即個垃圾物件誒，所以我就是有翁公講啊，就是會擼請即個法主講，伊就是在你間厝誒時是拜迄個法主講。我個會記我嘛講伊，比伊嘛講伊迄個法主講迄個 statue 啊，伊個樹啊，伊個家己愈變愈長誒。這真係都唔知啦。就真係特別人講特別唔知是唔是因為可能 scientifically 啦，可能 temperature 熱誒時啊，伊個迄個。伊個 material 啊，變了，我人唔知啦。特別 from 伊人 perspective 人講啊，是講即個翁公啊是啥來講啊，你放下你翁公度嘅時，伊個手會家己變長遐種。伊當時來看講啦。當然有賣咧芭比啊，芭比嘅圖本成日看伊頭毛，你拖伊個長，一個燒到對伊轉，伊家只啊，你轉咧，伊頭毛變短頭毛、長頭毛啊。特別係你是愛白嘅嘛，是唔是啊？愛用面夾白，是唔是？伊頭毛是長啲，伊芭比後尾咪很轉咧。OK。嚇，你頭毛啲，你很曉。你翁公應該是無安尼 high class 啦。特別伊就是唔知伊人就講會變長啦，所以人講下你頭毛會變長，講就是聲嘅咯。即間厝個特別我是聽我媽講嘅，比我唔知講正時間，應該我感覺就是離譜了，你看。你講即個那邊嘅鬼啊，即到即間厝那邊嘅即個鬼啊，即個是無想陪我媽帶入來即間厝嘅。所以啊，伊直直插亂㗎，就是做阿面梅啊，開梅冚梅啊，佢會講冚會講安款有誒無誒物件。伊唔係再講伊鬼唔係你嘛，再講伊在度後邊伊有啲。對，但伊想講無暑假伊安尼款你知無？所以啊，安怎加上擺，安怎伊誒外賣發現到即個鬼可能無像伊大伊厝，但係即個是我唔知真是假，特別我講到即個淡薄離譜，特別是我媽講嘅，伊個冇就是一堆厝嘅事啊，伊發現到你鬼店嘅衫都脫開，都脫開回來2樓，
掂落嚟啊，過後啊，伊嘅 baggage 嘅了是大一流嘅安尼款。哦， So 我馬路有講誒，就是就是伊對厝嘅是伊衫嘅了嘛是出來嘅啦，亂嘅了，到底厝外口啦，出來，唔是啊，到厝內邊特別，厝內面特別落去樓開，對，唔是對被我做嘅位啦。哦，有可能本來我相信本來，I mean 我相信講有可能人嚟看啦，特別是你買正氣我唔知啦。唔知我覺得貴應該 normally 伊無安尼。有啊 ，Poltergeist 咪是伊物件叮當嘅咯。像樣做物件拍唔見到明明係到邊嘅嘛，就對嚟是阿妹昆車啊，是伊係到啲白位去嘅咧。Poltergeist 學緊我叫咩 Poltergeist 係鬼山咪，唔知鬼數，唔是酷魔術咩？嚇係咩？酷魔術，佢冇數係咩數 Poltergeist 佢哋是 exorcist 啊。哦， ？Exorcism 冇咁名嘅。冇錯，Poltergeist 係咩啊？講講 Poltergeist 哦，就是嗱是講有人有鬼啦，伊係 physically 耍物件，叮當物件，就是叫 Poltergeist。哦，安尼款嘅。嚇，所以就是講因為那個那大個巴漢啊，對，哎呀，對，即係行人嘅就等陣有機會先，妖咪係咪物件？冇我機會先，我驚。嚇，你位冇鬼，點解冇正常啊？我警察嘛，哦，OK，啊，有，我怎麼講啦？我就領啊，就講嚴行本句啊，我自己啊。嚇即我古早講過嘛，即係人逼人掃門嘅。啊，對，喺呢度 Poltergeist 嘢，對，所以 Poltergeist，because 伊係轉落。係咪就是 Poltergeist？I mean usually Poltergeist 陣時講伊物件叮當咯，所以你成日就到等於刷正你可能物件叮當咧，呼你可能。應該古曼童是唔是 Poltergeist？咁問同事伊係鬼嚟，你唔是咩名閃嘅好？你講是囡仔嘅好？啊，掉下你見啊！伊 Poltergeist 是對我係未 understanding 是講 Poltergeist 是 anything 啦，鬼會做好物件叮當，伊會嚟做物件叮當，物件叮當嘅你 phenomenon 呢叫做 Poltergeist 啊定。所以我成日你門家己冚啊，然後佢們是算咯，伊叮當人嘅 physical 嘅物件都是 Poltergeist。所以咯有可能咯，伊衫嘅啦客家咩物件少。伊來甲走路啦，甲走鬼啦。甲走是甲走鬼，唔是甲走爾，伊個是伊是，都是我講咩啊？山米啊，同我講咩啊？係咪電？山物件。山物件係鬼咯，就是啊，個山米鬼咯，山米鬼。山米鬼。啊，山米鬼，山伊米件。係叮當嘅物件。睇我看這就講咩啊？這是教啥子啊 ？Listen to ghost stories 200 meters away from 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哦。四字淡薄嚇。你啲學經是做路嘢啊？原來啲學經是唔是啲你白雲山嘅嘢？小上未起啊，白雲山嘛時候。咦？是真發發，但唔知啊，我唔知。白雲山嗰時浪貝。浪貝好像係有。啊，我未記啊。你學見，你都學見識嘅咋？誒，我未看到這下我 comment 下，我未記邊，未記 spotlight，你攏係看到 comment 下，安尼。阿龍都看到 comment，OK，sorry，但我未記邊。巴亞特魯邦，你講。對啦，浪貝。巴亞特魯邦。誒，這是係咩物件嚇 ？Dice family 你講咩 ？Face blue white eyes。冧邊大粒白椒。哦，你淡仔你講嘅你鬼，係你淡仔你講嘅鬼係咩？鵝豬啊，拖豬鬼，拖豬公，死啦老講啊！畫豬公係啊 ，face blue white eyes，係咩意思啊 ？Dice family。即係睇下特擺嚟喎，唔知乜起來邊啲學見過咯，特擺嚟自己邊啲學見就一直都聽哦。我落去唔知不知道唔係有聽過就，OK， 了，so 個等我看個白你，佢告訴阿龍咧，阿龍最近，我只講隻紅龜龜咋？哦呀，我唔知，因為我正你啲你 Google 都排發豬講啦。一接落嚟，一直都有嚟過一個keyword啲人嚟入落嚟啊！如果一個食面，然後我訂一個食紅龜龜。哦呀，咩拜時就俾拜紅龜龜係啊！那定住
等幾禮拜 episode 佢接掉嚟嗬，佢接掉之類，佢我就講啊，南西嚟啊喎，特啲 clubhouse 南西你會出聲，誒南西有嗎？南西有嗎？我記，應該是有幾個數嚟講啦，你唔敢講啊？你就我哪個使講哦？等佢啦瞄，都會使講啦啦。咁你細聲，你較大聲，你幾做你幾扎你咪哦？我佢啦瞄先，我佢啦瞄都係。我嗱啥時買數嗰時，我講笑啫。啊，當然較大聲淡薄啊，較大聲。較好啊，特別佢會較大聲個。Max 啊，喂，volume 已經。Max 啊，你內 volume 只買 volume 一個另外只 master，你 master 佢咪？呢是叫做唔知叫咩話俾佢啊？冇啊，一年呢嘛哇？因為一年呢？冇啊，一年呢？OK，畢竟你講我開你較大聲冇？冇講，我真講唔敢講就係。啊！誒，我未好啦，我而家話你嗰時。呀！未好，個誒。我係使講喎，我係使講喎。OK 啦，你話。啊，我講嘅唔使依賴啊。應該係使講啦。OK，誒，當然大聲。除咗了咯，你唔是除我。大聲嘢，那大聲嘢，係咪說話都做咩？應該你講嘛。你幾個幫你買嘢啦？係咪壞？係咪？冇講壞數。啊，那大聲嘢當然。然後伊即男仔是講伊定。誒，唔係講咩啊？是，冇啊！有一個人是講啦，人講唔係講數字啊，唔係啦，我講看你如果佢在出數 ，because you physically 就攞行物件。你講啊？嚇？我朋友講。嚇？朋友。我朋友講講嚇。我朋友講哎呀，普金啊！冇係。我會講 ，OK，所以我係一個朋友，冷靜唔到正嘅啦 ，OK。真係驚。OK，講錄掉。你係驚朋友，應該是我唔捌你。啊，你唔捌你。我唔捌你。是講嗬，我係一個朋友啦。伊講伊聽到。但是講我講唔對物件，但是這朋友唔捌誒，你聽你講無面唔對嚟講是你個甲我講嘅。你知南西嘅知嘛？你可能物件伊sense到嘛。所以是較早嘅是幾個字是嚟個人變人學緊講故事是講幾個故事，伊一落來門甲我講，伊無面สุ愛สุ到啲厝講故事，這是我朋友啦哈。伊講伊無面สุ到厝講幾個故事，因為伊嘅。差亂啲，用時成日可以聽聲啊，什麼做唔見唔好事啦，嗱。then 幾日到咧，咪要個人講嘛，起來個人講，特別到一直錯掉者，就是因為伊甚至你做運，是唔是？伊唔知做運動嘅時候唔知，做運動屈掉伊個骹喎，不然做屈掉伊骹就傷到伊骹。唔知呢哦，我唔知幾時啦，你清楚就估啦。唔是，伊講下，伊講，伊聽到迄個，因為特到有人幫，即個有人幫，即個這種嘅往即個本來福建嘅啦，嘛，伊就走rerun 你嘛走自己聽咯，你走自己聽咧，嗬，你聽了伊笑有笑到一個誒。伊聽伊收到一個 message 是甲講，伊聽到聲講，你唔係個仔係咪了？唔係個仔講咧，伊聽到伊成個一個 warn 啊，嗱，哦，即係警告伊隻啦，佢唔有聽到，然後有講特別唔知是蝦米，聽到聲，或者特別心裏面是垃圾，伊就垃圾講，成個是一個 warning 嚟，即是伊放掉迄個平時佢因為聽到 ，OK。咁了迄時咧就，安尼講啦，走了無一點鐘內面，因為做咗運動嘛，伊可能伊聽到，啊想唔知安怎會踢到壁，哈，踢到壁哦，哦，你是，安尼可能踢到壁啊，伊是困嘅時踢到壁，啊不做運動時，對，啊對。就是
你看到伊卡就學車個了，就整個了成，個有影是袂行，你看了是真正聽種啊嘛。啊，鬼後就是伊有伊收到另外一個會講成講有另個經過，你看落來就是你會查某囝咯。對，伊查某囝。經過講，但是如果個弟弟幫我就。差亂你查某囝，講查某囝，你看，伊講無，伊講落來就是你查某囝啦。哦，伊講落，喲接來就是查某囝。查某囝了，伊是安怎經過女朋友誒？來，伊聽就是安啦。阿咪，伊朋友是較濟啊，伊講伊是收到一個腦電波，可能嘅較濟。哦，伊朋友，即係一個話一種嘅 message 是我諗未，I mean，伊就知啊，我就聽到。OK。你伊查某囝，伊講第二就是接來就是你查某囝啦，就是講伊唔知會經過伊呢，就可以踢到伊卡啦，伊個會經過講伊就差亂到伊查某囝。伊到伊查某囝啦，有了，I think 你問講嘅啫，你嘅時候，你我正八我上個世紀啦，你伊講伊查某囝嗬，怕破玻璃。安尼啊嚇，怕破玻璃，伊拗，鏡我知怕破玻璃，吹個了，所以特別伊 OK 啦，無着上面啊，所以真厲害啦，就是所以安尼看到咯，所以伊嘅我朋友就講咪講咯，你看安尼咯。我朋友到底邊講嘅 ，OK？但你朋友講啦，買播係你幾個數了？你按錯那個是啦，買應該責任尊重啦，你講了啦。OK。A 個嘅，只講應該責任尊重了。OK，我聽到俾曬，唔使。伊是無關講，無是白人嘅幾個。隔人嘅歌數唔要緊。哦，明白啊，所以伊家己講嘅都袂使，伊家己講，發生啲特落嘅，都袂使。OK。發生啲好力位嘅都袂使。安尼看你朋友有隨安方法解決咯，安講經啊，還是壓縮啊？免啦，自己那厲害，家己伊知講伊袂安怎解誒，伊家己本身就厲害。了安怎解？對唔安怎？但係講你講哦，講伊咪講伊家己嘅經驗都 OK 啊。哦 ，OK。我哋都來啊，我哋都都冇開 camera，我哋都。แต่ว่าคุย camera แรกสิ bandwidth ไกลบานbandwidth บาน啊 even Zoom มันเบีย唔知 on white side 啦I think 是 maybe white line 嘅版哇當今可能我哋都是 on 嘅咯，唔是啲都，係是 on。當佢 YouTube， 你個 YouTube 快，咪是 on 嘅咯，所以。歡迎我哋都幾個是講哦。冇啦，嚟聽嘅啦。I think 我差唔多會講了。唔是包夾實啊！是哦，冇人講幾個是咪是了咯？阿龍，迄次迄間我朋友甲我講嘅事啊。嚇！阿龍，我哋哦。阿龍買冇開個。買冇開啊？阿龍你 Zoom 買冇開。哦，叫你講。伊驚。冇要當咩？伊未錄啊！迄間朋友唔是甲我講嘅事咧，講了一半嘅事啊。Go through something 啊！伊唔會是家己。嚇！對！嚇！唔會是家己賺。阿龍嘅妹啊？唔是。哦，伊嘅朋友嘅妹。伊嘅朋友伊嘅朋友。我隔離朋友冇咪食本嘅嚟，所以我都想都陪你聽陪你。OK，冇咪注意聽，未食嘢嘛，其實。冇咪食嘅係你是，你就係聽講嘅一頭出來可能。朋友妹就一頭叮當。聽住講甲我講唔會開琴咩嚇？冇開琴，是
是講伊手嗰邊 handle 嗰邊自己轉，佢 handle 轉，即有嘢就是 Portuguese 啊，講咩啊？電蛋粿啊，白米唔是，後仔講嘅嘛？山米粿，山米粿，山米件，山米粿就是 Portuguese。嗰個即係有時呢死，因為我看我係嘅即係只係較大，即講咩？不教三字講 ，I always angry。Well, always remember angry ghosts of a vicious couple from the cemetery is not happy when I accidentally took photos of their graves. So they injured my slip disc, rendering me in pain for 3 days in bed. Wow! 哇！即係本是山米。山米粿啊！嗰隻新人起來喎！David T 唔是九三字嘅咩嚇 ？David Chang 唔是九三字啊？百里愛嗬？伊是九三字，按照九三字伊部起來講。九三字是 David Chang 嘛？啊對喎，這唔是喎，這唔是九三字 ，David Chang 都是裝嘅。你話起來啊，我好多 YouTube 嘅 link， 唔是這 Zoom 嘅 link。我係意思嚟。我係使下咧，很多時候當然冇人嚟講，我係使下咧 YouTube 誒，冇 Zoom 啦 ，Zoom 嘅 link 去咗咯。你我 link 過一個喎，是唔是白番椒椒誒？你白番椒椒呢個真，你咪講到是白番椒椒嘅喎。Angry Vicious，嚟即係看起嚟講啊，你冇講另外一個喎，嗰隻是蜘蛛人嚇，另外隻。好驚哦！是咁驚，你使換你名，你使換你名，那是你愛換你名，你使換你名，咱看一名。講乜啦？驚嘛？講冇嚇，嚟嘅了。個仔未啊？夠換證都未有啊！我頭先是講冇講數先，嚇！但我快襟底啦 ，finally 我係做到夠換證嘅，特別。特咪成日你坤呢？刺激就係嘛。Law of attraction 嚟㗎。Law of 鬼 attraction 啦，就是啲阿龍是 camera one，แล้ว camera three 是แล้ว camera four 是altitude。冇 altitude 是 camera 3 ，camera 4是江湖鏡。再未，我嚟調去。OK， 江湖鏡。等我 maybe assign 正好 ，assign 做 guest one 啊。OK， active speaker 冇人講話。somebody 出聲咧。呢邊應該車咧，動機起來每人。一解講頭起來，我對佢嘅是，因為我嘅老爸是教硬講經嘅嘛，為咗我發現到邊頂本有一個 crisis 啊，就是即個起動嘅啊，無人接手。哦，絕對咧，有鬼個起動無人接手。對啊，無就因為我講，因為古仔我嘅老爸係你硬講經啊，就是寫讀叫嘅啦。然後你就是這樣子人跳檔嘅嘛，等 after that 我出國，然後達到對佢發現安怎愈來愈無安尼 festive 嘅。所以我就講，我講你無跳檔嘅人番佢嘅，伊講跳檔嘅無跳咧，then 少年人都無少年人接手。因為我發現到actually 做我大學咪咁講，如果掉這裡係咪係要跳檔嘅嚇？伊是一項是講樣看演嘅，就伊個樣講有演咯。然後嗰一項呢，就是講係你較濟做起動嘅嚇，樣只地面嘅咯。啊，特別我唔知啦，我係講嘅手嘅啦嚇。樣較濟是我按照曬先測應該是50幾歲嘅，可能就是冇咧咯，嚇死咧咯。我是想講這當今少年人可能一般無蝦米興趣，安尼塊物件。冇迄個興趣。你無迄個 atmosphere 本啊，無多迄個 environment 啦邊本，所以變加本香氣氣啊。講對。
你知我未使就咁驚，幾個差人買 Zoom 啊，真衰咋，幾個差人買 Zoom。我看看我按個 sign。咗嗱，我係聽到明咯。明，特別你有開眼光啊？冇，我係 profile photo 呢。because 我係 camera，我因為我用 for work 嘛，所以我有 stick 掉喺啲物件，當係暫時未透。佢一兩條未開啦，你特別貼 sticker 嘅會開啊？正個哩。OK，你有幾個時間講，你隻股會幾日到來啊？冇機會講到呀。係咯，學別人講啦。有兩特別啊。有一個我冇 sure whether 我有講過 ，but anyway 我 just share。if let's say 有聽過有會記嘅哩，then 會使教我講咯嗬。專家嚇，亦就係。真我咧。就正。而家 Wikipedia 就正咩？OK。有兩個是 actually 啲即個tanjung bunga area 啦，所以你是 happen to 我 friend，了個一個是我去我 friend 嘅位，伊甲我講嘅，所以我講頭一個先，所以頭一個咧就是你快幾年前啦，應該是有6-7年前有啦，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哦，伊本是大tanjung bunga嘅，了有一日你一看到一個下面伊接去迄個muda嘅 app， 伊去找condo，因為伊愛 upgrade 嘛，了伊愛買伊 condo 哦，伊看到一個位哩，伊就講我 aim 了一個位，我想買我位要買一個 condo 咯，了我就講OK 啊，嘛到下手伊找哦，了迄個 condo 哩哦，啲tanjung bunga哩是佢暫時是1 million 幾哦，人嘅類是1 million 幾嘅啦。然後有一日咧哦，伊就伊 call 我，伊講你入去看者，伊講有一間賣了當幾咩哦，伊講賣唔知應該是800,000了咋。然後紅磡辦幾啫？對，伊是辦幾20% 啊，20% 一隻。上一間啊，上一 unit 啊。唔是 unit， 伊是愛找一個 condo， 因為伊看到一個位哩是真水嘅，因為伊一樓哩是我冇錯來講應該是4間一樓啦。然後伊是2間啲 corner unit 咯，然後中午2間安尼款嘅，一樓有4間嘅咯。然後伊無講真懸嘅，本無講真舊嘅condo啦。然後我就甲伊講，我講。愛小心哦！我頭我是甲伊講笑嘅，我講愛小心哦！蝦米事你愛知，蝦米事人袂安尼辦事哦！愛去啥講愛去查者啦。就我講愛安怎查呢？我講第一嘅辦法呢，就是講你去間house去問咯 ，maybe 你啥講買果啤啊，買淡薄 snack 啊，然後過去間 house。對，啥做朋友每人咯。你係講 OK， 伊真係去做喎，因為伊無甲我講到啦。伊做哦，了有一日哩6-7點 evening 啦，下晡時啊，伊講今暝啊，我人唔知9點幾10點咧，伊講我人過去迄個condo位哦，我人去找一個人就係講你甲我陪過去，然後我咪講 OK 哦，然後迄一暝哩往兩間度花車過去，迄個個 house，然後拄迄個 house 哦，有一個番仔行出來啦，因為迄番仔是迄邊央 security 甲嘅 supervisor 來，因為這 supervisor 哩就是one of the guard 介紹嘅，伊講伊無清楚，你蝦米物件你問我 supervisor， 伊講我 supervisor 暝9點幾會過來，唔知做蝦米物件，伊講你過來咯，然後伊講我介紹兩百咯，本真好啦 security 嘅，然後我兩人咪過去哦，過去啊個尾因為我朋友 before that 呢 airport 是要 call 迄個agent， 然後甲迄個 agent 寄迄個unit number，因為我同你講迄邊。
quite low dance 嘛，唔是講謝勁嘅嘛。伊 just 計嘢，了佢個 agent 就學伊佢個地址的，學伊我會記嚟講應該是7樓的。了伊就嘅個尾伊就問 supervisor 伊講這裡位係是唔是有一間愛賣啲7樓嘅？了伊 supervisor 就成日正 surprise 啊！用都係俾啊！伊成日講還係講要冇beli啊！有個朋友講ada minat lah kan ada minat mau beli lah。然後這還係就講you betul-betul mau啊！然後個位我朋友就講ya lah因為講itu rumah ada apa kenapa mau jual murah itu問伊講係咪屬於別人班級哩？然後這 supervisor 就講伊講伊講ini unit dulu伊用迄句話什麼啥好正盲流安怎伊講seram 伊無講 seram 伊講只堅keras 對伊講keras 意思係講好勁嘅呢時候伊講ini dulu keras ini unit problem 啊是講 problem 嘅時候แล้วก็ไม่ได้我真係特別 I mean the expression in this context is just 寫呢just 寫伊只一個位伊去外邊可能樣講一個位只 grass 呢是講一個位只寫猛鬼grass OK 就好堅啊就好堅啦你看咯แล้ว我朋友就啥你看啥因為伊真歡喜因為伊頭哩，伊有甲我講，伊講我啥真歡喜 excited，伊講也是講我厝邊啲嗬，我今日幫唔嚟咕哩咕哩，我對邊條一間啊，因為一間呢是加真正 low dance 了，伊講哇，咗800幾千，伊講哇，爽我係咪？我講真，伊做了真濟 planning 嘅啦，了伊去到甲咧，原來 supervisor 講嘅時候，伊講伊講我呢tempat，伊講dulu lagi keras 伊講。就是講古早國家結啦，伊講這個人伊講因為orang the last owner 啦買這位伊是第三嚟了，所以伊講後這個 family 來大啦，伊講大唔知無夠半年就走，了過咗半年走，了第二個就 move in 咯。然後第二個伊講try 做 something 咯，就是講maybe 叫人嚟做prayer 要愛改啦。然後伊講就減起咯。伊講特別啲 still 無解決掉，特色到伊講伊都特色到。然後第三個半接嚟大，了第三個半接嚟大哩本是有問題，特別伊講 up to date 哩就是。OK 啊，伊講OK 啊，伊今日安尼講嘅，你我朋友，因為我朋友一人大啊嘛，伊就頭講無我買啦，伊講點樣當今學我8,000我冇買俾啊。但係諗下之後到啲 Facebook 會講，YouTube YouTube 會講 ，grass means that the place is spooky，然後 there's supernatural forces 會講，所以然後買啦冇興趣啦講。我一頭，因為我這 friend 就是唔知亂會記，講古早我有甲亂 share 過講迄個啲島嘅位我甲伊有做一個 project 做，對，但係我會記講啲島嘅花卉做一下伊對，做我你頭家就走無數枚嘅好。對，有做咩是講走嘅時，你是外口話手一路轉，因為走聽頂面頭聽到。我聽到聲啵樓梯嘅係咩嚇？樓梯。因為一直搬嘅嘛就是我咧講朋友說，伊愛買一間厝咧是 after 迄個 incident 伊 before 這個 incident 呢，伊是無蝦米你啥無 experience 過安尼款物件所以無咪相信阮。對，伊無咪相信咧，了伊家己阮大安尼濟年，伊會處理，但係問阮是無問題，係咪覺得 OK 嘛？了為咗迄個 incident 呢，伊就加小心咯。了
这里condo 里 ，that's why 我講誒，如果好去梅，好彩要去梅咯，一梅啊，按下面數會比較800幾千嘅份啲，了所以度就講接到一個小時乜啦，以下了，如果買講買俾，so 所以有下面 property 上，伊個只個 special 嘅，所以都冇驚啦。I find out 哦，I find out。咱Malaysia 成，咱去看 property website 上面啊 ，property.com 上面啊，我未記。所以因為嘅，係mudah，有寫住 icon 寫講有貴無貴 ，suspicious 嘅 rating 有嚇。got ghost no ghost。ghost rating 是5 min keras 喲。有5 star，邊係hantu 5 star 就是講。hantu keras tak boleh。แล้วไอ้แห่เมาเลยตัวสิ one star เนี่ย one star สิ one star 是aman aman tak keras OK Hello John เลย歡迎好這裡是 property 無係 steamer style 無 steamer style 我在日本有日本有啊伊 realtor 無像 realtor 嘅steamer style 是處理因為有嘅是啥因為講有人死過人就被 claim 就被報嘅嚇特別叫咩咧叫 declare declare steamer style 係叫 steamer style Japan 本有安尼 I mean for them for 樣to have 安尼款物件 that means 應該是有發生 quite often 樣個嘅安尼款 advertise 嘛無嚟講 if let's say 1 in 1,000 case I mean 是 by law 樣就被 declare 咗伊是寫到係厝人死過啊是有對 murder 是安尼啦唔是有講嘢厝有鬼唔是講下伊是講伊是 because 日本就這裡according to 我嘅 niece 啦，伊衰厝大邊時，伊講樣誒，迄個 steamer style 上，樣講是有人死，because 日本就一人迄個上個 Lone Ranger 嘅，伊死了本無人知啊，伊連個禮拜啊，迄個所以樣無愛，啥咧咩獨仔啊，迄個，唔知講啊。所以伊想伊家己一人無決定嘅咩了，所以死了無人知。無愛侵人，無愛咩，就這樣迄個嘛。一支公咧。伊人日本啊，真暑假去迄個阿基加哈拉 forest 去自殺嘅嘛，唔是？一年唔知幾百年。我跳過本佢哋咁崩嘅。我有去迄個 forest，但我唔敢接小接，我是去伊外口行接檔，然後我就緊走出來，真驚。睇到物件。林門阿姊講，是講馬拉教人怎啊？但是會出啲咁馬拉教嘅了是隻古嘅嘛所在嚇。Tapi gua boleh tu kau ikut si keras pun lah. Tapi i kau ikut sesuatu ah. Jadi kau mesti mang bola. I think 做實施嘅個忙。做實施有可能較忙咯 ，because 做實施係忙係咩事就？伊是一種嘅。無咁完事。伊無咁完事，死一隻積壓嘅嚇。伊嘅 emotion sometimes 係 linger 到啲，伊 emotion 係講咧係一個心情啊。伊會感覺到幾個人嗬，冇 complete business 噶嘛，unsettled business，嚟諗晒。頭先你定嘅會嗰啲有幾冇幾？定到，應該有啦。應該有啊。你講啊，呢度計講啊，你講幾多刀？聽人解幾刀三刀？依家叫看到。特別啊，我驚有看到。我驚冇來病，冇看到啦。冇，是伊朋友。奇怪是迄有當時even 正新嘅位啦，就咁無人死啊，無咩位哦，會 feel 到。本哦，你講物件。對。嗰啲是樣叫家電唔是啊，係細仔家電唔是啊，叫係咩？嗰時啥講？伊即個安尼講咧，為啥啊？6000年前啦，伊係咩事啦？迄個位是 still 咁，我感覺是。consider 是 still 新個啦，伊唔是成日迄種20年、30年咧講到啦，伊是成日起好maybe 10幾年前起好。你阿龍嘅拍兵唔是啊，阿龍嘅有。阿龍嘅冇事啊，阿龍是冇阿龍 office 是咪是？伊咪是拍兵咪是。hello。話什麼？伊先那個了。一掉，可能是掉。嗰啲海嚟tsunami 有死人。哦，係冇事啊！我講
特別你這裡 OK 講這裡位哈我係 friend 去看嘅哦 OK 我有一個 friend 本是大伊這裡 condo 嘅隔壁伊啲邊有水這裡 condo 伊講嘅哦因為伊本飼隻狗嘅嘛所以哦伊講嘅哦迄邊真正上啦有當時伊成日講伊出去entertain client 啊係咪要對來正晏嘛let's say對來 maybe 2點咯2點幾啊所以未困嘛伊講嘅哦有真正上啦迄個 area 啦大概3點出嘅時候達到迄邊嘅狗啦呢邊嘅山狗就達到半夜喎達到是3點幾嘅嚇迄邊嘅山狗啊你係講伊樣隻半夜呢係伊家己嘅狗呢度啥驚甲會走去伊變成地啊後邊安尼款呢是盡啊伊狗會盡安尼款呢就伊個 area 是安尼款咯驚啊咁驚嚇你使學搭部 hit 講這裡 area 是到了啦area 係嘛我知你講陣就冇啱嘛伊這個 area 就是你知這隻講到一山起山安尼款迄邊有一個叫做coastal 嘟係啊就是迄個迄個看那邊嘅後尾嗰邊哦我迄邊安尼是蹲到是蹲嗰邊咧 specific 啊哦啲蹲啊你是講大媽我講嘅你位 friend 嚇對你 friend 對迄個哦伊嘅 front name 是 start with W 嘅一個呢然後迄邊 consider 是 quite posh 嘅W 是迄個看那邊嘅後尾迄邊迄邊起嘅對迄邊起會教之類位我講嘅你去 Google 迄個 area 敢若一個呢 W 嘅頭嘅你對 OK 就係啲 Google 掉OK 我講了這本是真 short 嘅啦本是啲迄個 area 咧這本是啲迄個 area 咧這個就是大媽我講嘅迄個哦，講迄個四個頭嘅大媽我講嘅迄個迄邊伊樣有迄個 maintenance 人嘅嘛，所以迄個做 maintenance 就結迄邊嘅啥鬥電啊鬥啥物物件 maintenance 人啦，所以有一個 maintenance 伊是clean 啦，伊邊做工嘅，了伊哩就正常去我 friend 嘅 shop。我別個 friend 啦，去我 friend 嘅 shop 去打包物件食呢款物件咯。然後我 friend 就喙濟嘛，伊就開始問伊講做工迄邊大漢都伊就問伊，然後伊就一個個人啦，伊有當時有甲伊 share 咯，伊講伊頭嚟做工嘅時啦，伊講大概伊做幾年咯，伊講伊頭嚟做工嘅時候。因為伊樣嘅迄個 janitor 嘅房間就是講伊人收物件啥 storeroom 呢，了本是伊人啥 resting 換衫啥物個了，伊人喺迄邊做啦，都是 basement 嘅位嘅，了真暗嘅咯。所以伊講伊頭 start 工嘅時候，有當時伊講即時我講嘅是 office hour time 嘛，特別是真暗嘅啦。伊講嘅哦，伊奇怪講。Sometimes 愛出去 lunch 嘅時候，伊嘛落去樓下，因為寒嘅了嘛，伊嘛去換衫。因為有陣時伊聽到啥有查甫嘅聲，but 伊個無 sure，因為即時嘛 ，maybe 是 nearby 有人行過講話嘛，所以就無關咯。等過一陣嘅伊 suddenly 聽到查甫喊嘅聲啦，然後伊就奇怪，應該安怎幾若刀聽到啥個響嘅查甫嘅聲，然後。伊就奇怪真奇怪然後伊就問迄邊嘅 colleague 咯，迄邊嘅 colleague 講咩伊講有這邊你愛小心莫達落去迄個 area 啦，就是講伊人嘅 so called 樣嘅 office whatever you call it 啦，莫達落去咯。了個奇怪一隻物件係咩伊講伊嘅迄個 janitor 迄個位你 imagine 一個視角每一集伊講係向 diagonal left side 啦，就是講一個 left 嘅 corner 伊有一個舊椅嘅，然後迄個舊椅人放了無用，本無人去刷伊，本無人做半項嘅咋，
你就奇怪，特別伊本無去耍啦，是講伊只是真奇怪嘅咯。來到節嘅時候，伊就明明聽到一個查某喊嘅聲啦，啥啲邊啥索邊嘅聲，啥啥迄種喊嘅聲，真明啊！要一聽一 confirm 講迄個聲是佇迄個corner來的，伊就請講啊嘛。就賣換啥草走出去哦，走出去伊甲伊可你講啦，伊可你講，甲伊講，往一邊做工嘅啦，聽甲閒嘅誒，你 just 咪去插亂伊，你唔咪去夾伊，你唔咪去 challenge 啦。伊講 before 你嘅啦，為咗這個事哦，頭 resign 啊，伊講做工唔係無夠一個月呢走啊啦，因為伊講迄間人啦，逐日聽到啦。落到去呢就聽到，落到去就聽到，所以講迄間人你做無夠濟就走啊。然後伊講你就接來咯，然後伊講你本聽到聲嘅物件，伊講嚇有，所以伊會可能就改隻物件。伊講up to you啦，你愛咪聽即個 advice 呢？伊講你就up to you咯。伊講伊改係咩啊？伊講你有當時你出去食飯嘅時啊，伊講你有當時你買一包飯哦，還是你買一包水哦，伊講你看到迄邊有一個狗魚嘛？伊講嚇，你釣啲狗魚，還是你放咗啲狗魚？你去做裡面嘅釣了，你講你 try 看，你一 try 哦，所以伊無講逐日啦，伊有當時伊邊若是你嘛伊叫我朋友打包嘅時，伊打包夾一包，伊just放裡邊，了有當時買水夾買一包下裡邊，貴啊啦，伊講啦，伊做到today啦，無聽到啊。哦。因為你做，伊成日我說成日講無來，人哋講 OK，我俾就冇物件好你知啊。對，所以伊講伊可能甲伊講，伊講你莫去食迄個狗魚，你 just 放了，了你暑假，伊講有當時過幾日一禮拜，伊講你買一包物件，你放啲狗魚 OK 啦，伊講你放了，你就走啊，你去做啲物件，所以伊做到 today 啦，伊講無聽到半項嘅，所以是 sorry 哦，我share。你大，你嘢嚟唔正，放對邊嗰時家己無去呢，也是冇啦，一條夾走啦，一條夾走。但係咩example？學曬成個辦公係就弊啦。對嚇，成日你放了，你未必你放工嘅時，你夾走咯，成日你放工 ，OK，你收起來，你夾去下格咯，無可能你夾去食嘛，你唔敢食嘛，所以講夾去下格咯，了貴，伊講免特日本啊，伊just maybe 一禮拜一單。安尼款咯，貴啊，伊15是安尼嚇，所以伊 up to today 伊做幾年啦，伊講after 伊安尼款做啦，無啊，冇差亂咧，冇嚇。多別坑嚟啊！哎呦，多別坑嚟，我係只領導係是掉 Zoom 呀，Zoom 位，是掉你這個位。喲，我未使 share。呢度啲呢個係 Zoom 嘅 chat 嚟啊，呢係隻 link。我係隻 Google Map 嘅 link 少少你識會。安尼啊，我看我有會哦，你想 chat？哦，看到。我看到呢，我感覺到你幾本未歹啦，伊學伊接無特日，嗰時未歹，伊本無錯亂啦。你試下。我見掉啊，哦。OK。我冇看到。我捌過啦，我捌過即個位呢啦，但我唔捌入去。我冇看。有冇 friend 讀 Straits Regency 嘅？哦，真見了。我看到，特別別係人看到，可能是嗰度 edit。แล้ว多菲康歡迎，多菲康喺你特啲 clubhouse 上面就是錄啊嚇，佢大頂就是錄啊。哦 ，OK，嚟正個爽個通看到邊嚟錄都特啲有啊嘛，講住你估無端嚟啊喎。有無影嚟講下你係多菲康嚟講下。我真冇聽到，你冇聽到我係朋友嘅嗬。嚇，係咪朋友？我係朋友嘅故事，你冇聽到。哦，頭晚有。頭晚諗晒朋友嘅故事啊。對。有聽到。係啦，你講你嘅。來有一工啊。來困個，我困個半暝。2點幾3點。了我頭痛，我甲發燒咗。係咪？了我發燒啊？頭痛頭痛先，未發燒嘅。了頭痛，
了我頭條甲我扯起來，特別我扯起來時候，我看到我家己是毋是？困誒我面前誒。哦 ，out of body，係 out of body 看到你家己。哦。Yes。แล้ว我頭上互人叫起來哦。係咩？你頭上互人叫起來哦。哦，上人叫到你頭啊？叫掉我頭起來，看我家己。咦，你家己叫你家己頭起來看你家己啊？唔是我家己叫我頭，是人是擺物件叫我頭。哦。對。哦。แล้ว我看到我家己哦，我不是，你揪掉，安尼可能嘛是一直撞掉你頭毛，揪掉你頭。對，我是正聽我頭上互人拍呢我頭，我頭殼。哦。แล้ว我聽到我未。這是阿妹啊，半暝是下晡。半暝3點，差不多3點。哦 ，OK。แล้ว我未打下我起啊，我看到我家己本是個哩啊嘛。แล้ว我後尾起來哦，แล้ว我起來嗰陣時，我未困了，我叮當呢邊，แล้ว我是未打下啊，我是去砧板拗。哦。特別拗嘅物件是毋是？是我唔捌食過嘅，假如是烏嘅物件，真臭嘅。烏嘅物件。啊，是烏嘅物件。แล้ว假如是我唔捌食過嘅物件，แล้ว真臭嘅，臭嘅垃圾嘅糊嘅味啊！臭粗啊，臭粗味，真臭嘅。我看我3點加5點幾啊，我拗了差不多有4刀。喲，加了本是上嘅物件。烏色嘅，แล้ว唔要緊咯。呢物件 starting 互我看嘅面了。呢面是目睭大大嘅，แล้ว嘅唔是人嘅面嚟，唔是人嘅面嚟。哦，剪啊，剪咯，唔要個剪是蟹啊，叫咩啊？剪。哦。啊，我 start to 看到以後，แล้ว發燒。OK。發燒了。你家己一人啊？你家己一人到厝？無，教我嘅family。哦 ，OK， 所以有別人有啲啊，即係人知哦，所以你請嘅時，你看到你嘅時是你冇啲名稱咯呢？還是？有。哦。我冇啲名稱，แล้ว佢講佢本是感覺到嘅 feeling 像是無對皮啊，零嘅。哦，喲，所以你講係人家摸摸過身下呢，你摸摸啊，一陣時隔了見到未使看啊，摸摸啊。摸過。MO 啊，迄個目睭拖出來啊，嗰啲哦。哦，差不多是像啊，迄是無目睭啦，無迄目睭會看我大誒，迄親是長誒，迄喙本是 long shape 誒。膠啊！你有 fan 啊？你有特別看？係咪膠係咪？嚇，南西 ，Oh my god！兩南西嗰陣接咗，是膠誒。Oh my god！南西嘅伊嗰陣嚟，嗰陣用特別白洞誒。等陣我俾講，你有 fan 喎啊，特別看，你看啊，你話伊有一間，你哦，白，哇，then 了，按照南山，按照你在是皮鬼一個，係膠嘅嚇，你 feel 到啊？是你聽過啫？不要解釋，喂，哦，不要，我講出來呢。哦，my god！是隻鳥啊，你知無？是隻惡嘅鳥啊。就我係隨住實我講出嚟咯。南西，即物件我講上久啊，因為即物件發生是舊年。哦。during。你真係久冇對嚟啊？唔係得㗎。應該是4個工啊，活啲嚟。4個季節啊，哈，
哇，南西你 feel 到啦，南西你成日看到，伊直頭講出來啊，喲。南西是對嘅。แล้ว伊是做啊我感覺我家己是。bird 啊，你講蕉是 bird 啦，好。蕉 ，OK。伊做我感覺是掉 stroke 知無？你知 ？Every time 我困落去啊，伊做我嘅頭是真重，互人拍嘅真重。了誒，即個叫咩啊？暗木棍。啊，對，暗木棍呢邊啊，是真定知無？哦，即係硬咧，其實條你暗木棍。啊，對，我感覺我家己是掉 stroke 啊，知無？哦。了 at the end 本唔是啊，了我食本食袂清，啉水本袂啉，了發燒去看老君問我，你是掉電擊是唔是？我講you can test my blood 啊，can 驗血叫咩？驗血，後尾驗血出來唔是哦，COVID 唔是哦，了唔要緊咯，了我暗暝本無啥物會困車嘅物件。所以唔是迄一暝呀，伊零個接掉幾耐日啊？兩工，了我本是直拗呢，食啥物？本是上個拗咧屙食嘅垃圾，糊。對，伊拗噶是唔是？無物件互我拗哦，我拗嘅水哦，清嘅水啊，誒。水鹹鹹是，本是個味道誒。本成日看炒錯，但你會食還是？你未食？未食，我未食。哦，你有生了。哇，有生誒，是有生誒，因為我未食物件啊，我啉米露食淡薄水啊。你濾波會驚嚇，特別濾波差唔多就一載你本啦濾波，所以成個你安尼看起來時候濾波咪在你身邊嘅，你講伊感覺對我淡薄無咩好事，然後伊會驚嚇驚，伊不是驚了，因為伊是Christian 啊嘛，迄本誒迄本是求嘅是念經禱告淡薄。哦，了這奇怪嘅物件是蝦米知無？我聽我袂懂哦，我喊，我叫知無 ？I ask for help， you know，我叫 ，I never been that， 我直到是真係坎坷嘅，伊是愛接我嘅心了嘅，了我袂懂哦，了第二天我去找師傅哦。OK。然後師傅教講是隻鳥誒。你師傅唔是南西啊？你剛才講是隻鳥嚟。真恐怖啊！會食到一個物件咧。伊毋是早時是毋是去拍照，還是毋是去？無捌去拍照，若是啥物哦？你無甲你講安怎食對哪呀？這你師傅是講7月14嘅時候做破道嘅時食對來。你可能是搭到迄個人牌路邊嘅。因為7月14嘅時，我有去咧暗迄邊鬥腳手嘅坡道，然後我看到嘅物件是，甲了是真濟嘅 accident 過身嘅人，accident 嘅人來扣臭堆人，是安尼啊。但係你無啦沙看奇怪無啦，你唔知啦，個記者到轉來都唔知着。唔知。哇！人哋我看過，特別南西真準啊！阿未，你是知啊？是講到阿未講係你8個啦，呢度你知啊 ？Oh my god！南西，
了唔使是虾米種嘅椒，啊，我唔知咩，吹得，你講係煎等等嘅時就講，伊是唔是講煎啊？冇咪毛，產品冇咪毛嚟講，係咪是 Heron？身軀，身軀無長嘅，短短。伊上加係你咩啊？無毛鷹啊，無毛鷹。我哋 bald eagle 係哦，是唔是你講？bald eagle 無毛鷹。voucher 啊 ，OK。哦 voucher 嚇對。voucher 啊。哦，未必是 voucher。你咪冇達標嘅，唔是達標。伊唔是 maybe 唔是隻 species of 鳥嚟，伊是 in the form of a 鳥呢，還是？是鳥嘅種啊，未是蝦米鳥？唔知蝦米鳥，唔知啦。差不多是安怎？未看到喎。未看。等等啊！我學你我 full 特別你係到對呢邊嘅頭整，然後依家伊 blur 嘅冇去，係到呢邊頭整，你 face in front of 你 face 啊！哦 voucher 啊，是這啊？這是 voucher 啊？是這這是 voucher 咯？特別嘅頭是長長嘅，身軀是短短。哦 ，OK，opposite， OK。白色嘅，白色。你看 heron 是虎嘅咩？heron 是鳥。冇 heron 鳥誒。heron 怎 spell 啊？Heron 啊。heron， 哦，特別冇喺度講 opposite 喎，伊嘅即係，這是 heron。所以伊樹換咗解去。換咗解掉。掠伊哦，掠伊本是每個蝦米樹愛找我，了是只學每個師傅你給播蝦米樹誒，了師傅滅了他，安怎講啊？哦，就十步以後可以掉去可以。十步以後。哦。因為伊愛入我嘅心裏來喎，迄是。禁掉我嘅陰囊啊內臟，喲，我白來物件啊。哦，你看衛生仔講是唔是 Garuda 算。The bird, a kind of an eagle, and the Vahana mount of God Vishnu。Garuda 是隻鳥咯。我你在咧印度尼西亞 Garuda 飛機啦，所以伊是用嚟用上一個。這個鳥啦，是叫做 Garuda。Garuda 是一種鳥，並在上面是嚟。你看鳥咯，哦 crazy 哦，我唔知。你個頭，你頭會跳去中哦。你就飛。另外一邊咩啊？安怎你個安尼中啊？安尼中啊？安尼中啊是我安尼一半時甲會看到你面嘛，安尼是哈無執着。了我有一個短短物件，我愛分享啊。特別啲物件是做啊，是真係無歡喜嘅物件，因為啥物事誒？我有1刀、2刀、3刀知無？是有。一件是我嘅朋友嘅媽，2件是我嘅朋友嘅爸。OK， 我先講我朋友嘅媽先。有一天我問我嘅朋友，等陣愛去倒無？去互我看嘅媽嘅小影。我帶我嘅媽去羅村區羅郡厝。羅郡厝哈。羅郡厝看羅郡城。了一個先咧，一頭入來講，迄個媽愛走啊！哈！特別我，我嘅朋友無甲我講，迄個媽的是蝦米事來無？了，第二天暗暝，我嘅朋友伊人有一個 group 嘛 ，group message 裏邊講，我朋友嘅媽的走啊！了，我有去迄個 week 啊，我本是問伊，蝦米事安尼突然誒？我問伊是毋是迄個安怎講啊？腰子有物件哦，腰子有物件，你講亂出在嘅
我讲 actually，你嘛得愛走，我唔是知嘅，但係我未甲你講，因為那時我甲你講是。即係就坎坷嘅筆，我哋了解嘅。哦，第一坎坷嘅筆嚟這種。對，你未使講出來嚇。我真細漢已經有可能未講咧，因為我就講，那是我介意講是唔是？等陣無物件發生啊，佢問我，喂，你係我媽的先是？哦，就講就 conflicted。對，甲有一個朋友嘅father本是像，是我長下，看目睭嘛，洗頭是看目睭嘅嘛。แล้ว迄個 father 來甲我 say goodbye 哦，本是過了差不多12 hours 啊，12個點聲，12點鐘啊，12點鐘，佢就特別我未講蝦米，我唔知呢個是蝦米事發生嘅。我有一個 signal keep coming in 啊。南西都唔成咧，嚇南西。我是看其他人嘅面變別人嘅面。嚇？When 伊唔是伊嘅面了，一種咯。我就驚呢。造型啊。造型啊，伊嘅面唔是我白嘅面咯，可能。所以你再講 something 會出事嘅，係咪啊？特別別講嘅一種嘅 ，because 你講了，你可能會害到。伊個係地方家己，因為這個應該是天機不可泄露嘛，不可泄露嘛，天機應該。所以我人講就是破了一個，特別你改你改掉是咪？借改掉一個，特別有可能另外更加大。更加大數，你會個開一個坎啫。南西講到這啊，我係。波槍，Sukri 來啊，Sukri，波槍淡薄因為這是another story，我愛分享啊，這是有關係到嘅我嘅一真係好朋友嘅father。我在。你講你講呢個時，我俾你看你 iPad 你等我敲較中，你辛苦刷係特快，你個講啊，你個刷就對，你是刷你個 device 係講咁嚟走嚇 ，OK 呀，我大概看到呢邊 OK。誒，就係特對，嗱你咪刷你辛苦刷你 device，because 你辛苦啲別，你辛苦啲特對去 ，OK。卡起，等我幫下你看你 ，OK， 當你看到當應該中，當中啊 ，OK， 未下 ，OK， 來 continue。OK， 這故事嘅是我嘅一好朋友嘅爸，了佢是 suddenly collapse 入勞工處哦，OK， 入咗勞工處，我嘅朋友有問我安怎，了我就看講。你朋友在你誒那款嘅物件，你在你誒感覺到那款嘅物件啦。佢唔知，即係佢我是佢問我會安怎，因為佢嘅father即係 because 你是問你是好朋友，就唔是在講你看到那款嘅物件。對。แล้ว我本是幾波去甲伊看，我甲伊講，我會感覺到啊，我嘅father愈行愈灰啊。本唔係對來哦，了是真跳誒，佢唔係對來哦，佢個安怎講啊 ，conscious 啊，因為佢是 coma 嘛，佢唔係對來哦，特別我唔係甲伊講甲安尼明啊，我講較有機會誒，你去廟誒阿妹拜拜啊，去找師傅做看做到無？了伊。本是激心嘛，佢問我安怎做 ，OK， 我袂打閒咯，有一日我袂鬥甲手去，我去找個father，找father對來哦，佢father本是過了一工，本是切了，了切了真歡喜哦，甲伊講真濟物件，是不是？特別佢father切了是不是？有物件來找我，困嘅是，像南西講安尼哦，若是你愛甲伊改是毋是？
有加較大嘅事會發生。做物件來找了，因為物件是紅紅嘅。我做夢嘅時，我唔是做夢，我一困嘅時來，佢叫我，你是一嘴。係咪屬於安尼講嘅波？佢條錯。了迄展示我看，有一個色叫咩啊？文憑啊，叫咩啊？文憑啊，文憑上嘅 license 啊，permit 我是有 permit 了嘅。係你紅紅嘅啊？紅物件是有 permit 了嘅，佢問我係講有 permit 嚟採走嘅意思是講。你上家是係你鬼差啊？叫咩嘛？係你鬼嚟嘅。對，要華人嚟掠伊啊！你無華人，你別使採啲嚟。OK，所以講已經要即個2年嚟採走，做咩事你個俾佢講可？對，了，我唔是講，你是做我唔捌路啊走，了去走，佢發得本好誒，特別過了幾工是不是？我估計做夢，2天嚟啊。喲，2天是紅嘅本啊？一個是白色，一個是紅色嘅。Oh my god！嚟找我講，你唔係插手這個物件，你別插手這個物件。叫你咪。你插手，等者別對來嘅時路。你是彎路啦。是彎路啦。了，我嘅朋友本是有去買嘅一百嘢。一百嘢本是去過來買，你嘅朋友是一嘴。他暗是一個人去鬥架手鬥架安尼假波嘅。人愛走啊，可以滑走去啦。他暗是硬愛帶一堆來。了，佢father again coma。coma 未久就走啊！走嘅時我本唔知，我本是做工休息，看目睭，一看目睭我看到迄個厝裡面，迄個father已經徛了迄個門裡面，即個是門嘛，佢徛了這邊。OK， 外口了，即係到底攞罐厝還是攞罐厝嘅嘢是？迄個厝，家己嘅厝。OK。了，我本無是去問伊嘛，了過了差不多30分鐘，迄個查某朋友甲我講迄個father走啊，我講 OK 我知。OK。了我本是有去迄個 week 了我搞迄個 week 嘅時，我看到迄個father 安怎講啊？靈堂設置啊，我表聽哦。白嘅。刮茶嘅位，迄個上香嘅位，加了是上香嘅。上香你看到嘅？上香我看到嘅。了我本是看到佢father是對厝啊。sorry 係咪嘢？了不要緊，過了。係冇，佢 remind 我 something。OK，要地盤。要地。了，出邊嘅事，我本是會掛到嘅。等陣，有一人起手冇大行都冇咩。你是安怎帶伊嘅老爸對來嘅？係你 process 是安怎嘅？帶伊嘅老爸對來，安怎講？伊冇帶老爸對。伊是講伊早事啊，伊看到伊對厝啊，安怎帶伊對來？我得嚇。未死嘅是 coma 是 on the way 呢。on the way 所以你安怎扛伊對來？你安怎扛伊對來？因為伊是行啊真遠啊嘛，講嘛，早唔是啊。對，這物件是 related 到。我 meditate 是，我去吹，特別真艱苦啊！呢個物件是 very hard to explain 啊，我真講解釋啊。真艱苦講解釋嚇。因為我知呢個名，
了我 meditate 是我的意志力啊，念迄名。你是叫伊名，对，我捌迄面，了我伫咧 on the way 路上面啊，我直吹哦，吹，看了以後，我去甲伊 communicate，了我甲伊做淡薄物件。淡薄物件唔是secret嚟啊，淡薄物件係咩事？念經嘅係咩啊？甲伊做淡薄叫啥物啊？你講話真係法術法術啊，做，可以對來哦。所以你做物件啊 ，OK， 未怪，即係冇白會，冇白啦，冇大學會。是未解釋啊！呢物件我唔知安怎解釋嘅。特別你有做淡薄物件，所以所以一般就你去插手啦。當你解釋啊，我 it makes more sense 就當佢面對，因為你 involvement quite 濟。唔是講你去甲伊嘅講咧，但係我是想講你甲伊嘅講咧，變做安尼就是你插手，特別你 actually actively involved 就濟數。未怪你硬白來吹你。對，我是驗呢對嚟啊，老實講你拖驗呢對嚟啊，對，你去看呢對嚟 ，OK。對，去看呢對嚟。แล้ว只奇怪哦，過咗頭七3個禮拜4個禮拜，แล้ว佢嚟找我，佢穿一個灰色嘅衫，แล้ว我問我朋友，你嘅 father 有灰色嘅衫，有灰色嘅衫咩？古早，你嘅 father 真係暑假穿灰色嘅衫咩？伊問我蝦米事，我問你講先，你咪問我蝦米事先。伊講，佢走嘅是穿嘅灰色嘅衫，因為咱走嘅是困在咧棺材內邊是，我人你冇看到，還是你冇看到，因為是冚一個布嘛。我想你去 wait， 我想講你看到，比如你冇看到，伊就是穿灰色嘅衫，伊叫做咩啊？人收衣嘅，你看即係你鬼先鬼些人，上即棺材是穿灰色嘅衫啦。對，因為伊棺材邊是用這個布來冚掉嘅嘛，看到迄個頭了嘛。OK。然後我甲伊講，你係發得來找我穿迄個衫，對唔對？穿迄個灰色嘅衫，就是講對。你先講，伊叫你是幫時唔係上嘢安尼坐哦，伊本是人你走本是歡喜。伊講，若是伊無走，伊只樣疼。伊愛做嘅kidney dialysis 西藥劑西藥劑對。OK， 所以是家己 suffer 啦，伊有看課本咧，走嚟較清嘅，可能都是家講。對，所以這個差不多上嘅故事，我是愛知人愛走啊，特別我未解嘅，我嘅朋友甲講啊，你係就愛走啊，未。我有一個到底Zoom 邊有一個人，我唔知是幾來喎 B 嘅是你是裝 B 嘅，letter 布蘭，你是裝嘅嚇？是我嘅 Tiffany。你是幾啊？你新交嘅嚇？我是新嘅，我未講啊，我係 check。OK，所以是較早就來聽咱鬼故事。OK。OK。錄鬼哦。唔係，我唔係講鬼嘅物件。我是想講我俾出呀。冇，我接嚟就是啊 ，next topic 就是啊，就是你嘅 topic 啊。我 mute 咗啦，我咪聽。你咪聽，你驚呀 ？OK，你 mute。我看你落了嘅時候，我甲你講個 message 咯。OK。咱咪聊啊，咱講5分鐘嚇，當佢攞1點鐘就5分鐘啊。continue。就是啲都物件會每我看你邊上會每物件冇。冇，你有介好聽嘅，見咩？咱咪講鬼故事，根本真係最好聽哦。
江湖驚個物件，before 咱走，我哋講者。我同時 feel 到就物件啦。嚇，人講鬼，人是假數甲聽本嚟嘛？鬼是甲聽人講鬼告訴。甲聽嘅嘛？你人 acknowledge 意思。差論嘛，人係差論嘛。因為有可能差論是有可能是講你講唔到物件咧。哦，要不可能再講哦。關鍵唔是硬沙換沙來嘅。哦。有可能係差論人，所以人講起你物件。有可能是講，伊唔是賣互人講咋，人講。特別有你是賣互人講嘅，就大馬人嘅，唔是咱朋友嘅啊。迄個我唔知，有可能是人講錯物件，人嘅朋友講唔對物件，我唔知。可能點啊？我試邊上，所以咱特我只係咱直接講今天應該是冇啦嘛，冇啦5分鐘啊。人會嚟講，人會 try to。一直想辦法叫人嚟咯。哦，白打啦，咪講會隨好聽個數字啦，是講5分鐘嘅了。紅一啱係講5分鐘，你緊咗嚟嘅了。醫生的呢，你冇出嚟，你兩個嚟嘅了，你話你話咋？但基本上係啦，so far 冇個，可能會做5分鐘做未醒個，咱5分鐘。你話叫咩名？我唔知，我未記名。多比康，多比康。學咁最係啲喎，一直佢佢啲冇嚟啊嘛。哦，你牛龜咪就成揾，牛龜咪是實在呢唔住佢得出嚟嘅喎。嚇，牛龜咪是你，但佢基本是嘢咋，有啲學緊走住嚟。你人真係鬼 notify 你啊 ，notification 叮就係叫你嚟講啊。是藍晒 notify 包就冇，因為我是拍條機咩，我叫我冇開佢變咗好勁嚟聽，我聽，喂，藍晒有歌數哦。嚇，然後你紅險時候對，你個記嘅。對。你免啦，你特擺本來啦，你做咩試過拍嘅？唔讓錄音先，你做咩來？有時有來，特別冇講。嚇，我感覺若是講你有一個 power，會使 meditate 個叫人對嚟，我感覺到伊達就是直接一個事講嘅。是有個事講啊，特別正有嘅是正長，有嘅是和別人講，未使特講嘅，有嘅是。stand by 你拍機啦，又你是往 bench 錄啦嚇。白紙嗬，你特別係咩啊？你去對，等我叫你看去對，你邊咧學嘅你 channel，等我學嘅 link 佢，我叫你邊咧學嘅 link 你係啊嗬，等我 notification 我會 ping 你是個應。阿是你可以講我特別只一坑頭就係冇，只一錄機破坑，你叫佢破坑辦物件，你未使講物件。哦，即未接來，冇影。哦 ，something block 你是講，係啊。好似一隻歌數啊。哦，一想物件被貪你嘛喺度講緊啊，所以你對特別 maybe 我特別教你睇，我特別教睇你contact啊，你睇你contact，你 private channel 即係 Zoom 會好。你 private 啲嘅你我嘅 WhatsApp 你叫你 WhatsApp number 上面，所以我或者要落音時我通知你。OK，咁所以係 favorite 嚇，阿 John 一定係 favorite。所以在我人嘅 channel 啊，都嚇 channel 係在我哋 channel，所以我落音時我就放出來啊，所以你係是你冇對嚟講，你咩看到咯？是講往時人係 channel 係哦，我唔是講就鬼啊，我頭先就冇，所以佢掃。喂，有人時人係 channel，冇人冇去睇，人哋人冇turn on notification 嘅數。所以你去邊咧學見到佢嘅網頁會嚇，有隻 notification 嘅會，不，邊咧學見有隻 WhatsApp channel 嘅 icon，你等下你哋去 WhatsApp channel，OK， 我確定，OK， 我等下 add 佢起來，好啦 contact，所以我把隻有錄音嘅時候，無鬼告訴嘅時候，係咪救命啊？希望係講希望個分享家姐啊，即係電話嘅學 emergency 嘅意思啊，個電話911啊，即係教學驚呢個字嚟哦。冇啊，老總。冇啊，OK，咪見咧使小打，有人計個咁我政府咧人講個，當今我俾寫係即大。P 坑
特別空，特別空，B 空嘅是空啊，咪叫我知啊，我寫 number 起來，我要馬普機子啦，拜，我叫我看琴戲，我冇寫到你 number，哎呦，試坐一齊拍帶大小吹到住啦，得入頭。OK， 大 P 空 ，then 你 number 是我別講出嚟物件 ，plus 60係咪嚟是1？佢別使係 do not disturb 㗎，佢第係 emergency 嘅電話㗎，所以計 OK， 我寫起嚟啊，寫確定嘅去 add 到，感謝，係咩物件？Good Stories 911 Good Stories 911冇 open 啊 emergency 對 OK 感謝大家這個禮拜嚟聽我講幾個故事我哋特別嘅邊個啦感謝阿龍啊莫達康我哋都大皮康咁好嘅南西嘅朋友了嘅別使講，感謝大家收聽，禮拜咱個倒轉來收聽過新嘅無相嘅話題，這禮拜就講到這邊先啦哈，大家再見，拜。YouTube 嘅朋友咧，頂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就這邊會訂，แล้ว這邊訂看訂聽，แล้ว別見若是講讓自己聽幾個數要支持變得學見先，會使去訂這 link support 變得學見證 ，OK， 感謝大家，拜。